继续来看台南，昨深夜嘛是安尼雷公死呐，轰轰叫，甲真侪人吵精神。这个永康有部分的路段积水是积到骹目，仁德的中正路嘛是做大水，伫上班的交通尖峰时间大塞车。雷神发威，阁有死呐！台南日昨暝天顶呢雷公死呐，率就开始落大雨。 雨到大，予永康区中正南路甲嘉定路一带排水沟消透袂去，积水。雨落到早起，仁德区的中正路嘛积水。车路变水路，又搁是上班时间，交通大乱。大家都在塞车。规条路拢积水，差不多有30公分深，边仔地势较低，这做生意的人店内拢积水。我6点来开门已经淹一次，这个是淹第2次了呢。 讲到淹水，附近的加油站嘛淹水，员工都要闭裤卡撩水照道做甚。来看另外一条保安路，有一段已经有封锁线，其中有一个潭水地下道已经淹起来啊。水利局工业派人去现场处理，台南这2天啊雨拢有够大，虽然我是一阵一阵，要过地势较低所在，依然是淹水甲积水，提醒乡亲出外时一定要特别小心。